似乎游学的这2个礼拜，我們住在 Life Hotel，這裡是 check-in 的大廳。5樓呢度有好多好玩嘅嘢㗎，有巨型骰仔凳，仲有抽籤凳添，好好玩㗎。我們這次住的房型是一般的雙人房，房間的部分真的不算很大，不過它的衛浴設備啊都還算是非常的乾淨。整體房間的設計感覺就很工業風，乾乾淨淨的，有一個小冰箱，然後2張獨立的單人床，一個小書桌以及電視。飯店內也有提供洗衣房的部分，不過學校每個禮拜都有提供我們免費的2次洗衣服務哦。呢個酒店佢6樓仲有一個超級長嘅上滑梯，一滑落去就會滑到泳池嗰度。呢個泳池唔大，同埋佢個水好凍，一定要諗清楚先落得嚟啊！呢個我哋學校1日3餐用餐嘅地方，你要食咩就攞咩，就好似 buffet 一樣啦。味道都算唔錯㗎。